許浩然議員，多謝主席。今年施政報告就發展北部都會區嘅推動咧，就成立咗北都發展委員會啦，簡化措施拆牆鬆綁，以至係專屬嘅法律等等3項主要嘅新猷咧，都係非常之值得充分肯定嘅。本人咧亦都將就片區開發政策方面咧作一啲補充嘅建議。首先咧，北部都會區係要構建一個多中心網絡化嘅空間結構。呢度當中咧就包括咗進一步強化片區功能嘅定位啦，根據資源嘅區位優勢咧，以及係現有將北部都會區劃分咧，應該係作為有包括科技創新啦、生態宜居啦、商貿物流等特色產業嘅片區，形成功能互補嘅組團式佈局。第二咧就係完善跨區域嘅協調機制，設立咧應該由特區政府牽頭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以至係市場參與嘅區域嘅規劃嘅一啲協調嘅工作組或者委員會嘅機制，統籌基礎設施、產業佈局同埋生態嘅保護，避免咗喺同一個區域裏邊嘅一啲重複嘅建設同埋惡性嘅競爭。第三咧係施政報告亦都有述到嘅，就係一啲彈性嘅規劃框架，喺總體嘅規劃基礎上邊咧，應該要預留一定比例嘅白地或者係混合用地咧，以適應未來產業提升、升級同埋人口結構變化嘅需求。土地咧係嘅供應係北部都會區發展嘅基礎嚟嘅，需要突破傳統土地開發嘅模式嘅傳統局限。產業帶動嘅片區開發咧，係能夠幫助我哋引入市場嘅資金同埋商業嘅機制，靈活咁樣咧係去進行集資嘅方式，亦都咧係能夠加快土地嘅開發週期。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其實亦都離唔開構建產業嘅生態圈嘅，所以喺促進經濟嘅多元化構建產業咧係核心。北部都會區咧需要擺脱傳統嘅土地經濟嘅依賴，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嘅產業體系。咁樣我哋咧就需要首先聚焦喺科技加創造嘅融合，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域嘅延伸區域咧，佈局中咧要轉化嘅基地咧同埋高端嘅製造園區，吸引人工智能啦、生物醫藥啦、新能源等等嘅戰略性產業嘅龍頭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同埋生產線，達到科技加製造融合。同時間咧，對於發展綠色經濟嘅集群，例如可以考慮喺新田科技城周邊嘅規劃碳中和嘅示範區啦，推動綠色金融、碳交易同埋環保科技產業嘅發展，亦都爭取設立大灣區嘅綠色標準認證中心。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其他例如文化創意嘅節點，依託我哋包括例如古洞北啊、粉嶺北嘅一啲歷史文化資源啦，建設設計傳媒中心同埋數字文創基地咧，培育本土嘅以至係屬於大灣區嘅呢個區域嘅一啲 IP 同埋創意嘅品牌。基礎設施咧係支撐北部都會區發展嘅骨架嚟嘅，亦都需要咧因此咧係有前瞻嘅佈局。我哋咧係可以探索垂直城市嘅開發，即係話喺核心片區咧推行高密度混合用途嘅立體開發，通過地下空間綜合利用同埋空中連廊系統咧，提升土地集約嘅利用水平。亦都同時咧要加快鐵路建設，因為鐵路係血管係動脈。當中咧包括咗，亦都有提及到嘅北環線東延啦、港深西部鐵路等嘅項目建設，並且研究咧增設智能軌道接駁系統咧，讓我哋能夠實現同深圳灣口岸、皇崗口岸嘅一個無縫嘅銜接。建設智慧城市嘅中樞亦都十分重要。呢度當中咧就要求我哋能夠佈局5G 嘅專網啦、城市數據平台咧同埋邊緣計算節點，推動交通、能源、安防等等系統嘅智能化管理。最後咧就係打造韌性生態嘅基礎設施。我哋通過修復濕地啦、建設海綿城市同埋生態走廊咧，提升北部都會區應對極端氣候嘅能力。同時咧，亦都係能夠為居民咧提供高品質嘅生態空間。最後，北部都會區嘅成功咧，
係離唔開同內地城市嘅深度協作嘅。如何能夠讓深圳河沿岸嘅區域共建試行嘅模式咧，因而咧能夠實現到資金啦、數據啦、人才嘅跨境便捷嘅模式咧，並且探索適用於兩地法律嘅爭端解決機制。我哋同時亦都應該可以思考咧，去設立大灣區嘅跨境基金，聯合粵港澳三地政府同埋社會嘅資本，設立北部都會區開發基金，重點投資喺跨境嘅基礎設施同埋科技創新項目。另外咧，對於推動資格互認清單嘅擴容咧，無論係喺醫療啦，抑或係建築、會計等領域咧，進一步擴大職業資格互認嘅範圍咧，吸引專業嘅人才咧，能夠由全球咧落戶喺北部都會區。主席，本人發言咧係支持議案。本人咧嘅兩節嘅發言咧，分別咧係針對北部都會區嘅產業主導片區發展嘅模式，同埋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嘅法治建設同埋協同發展。兩者咧事實上咧係要深度協同，先至能夠實現到國家、香港同埋施政報告當中所述嘅宏大目標。多謝。